一个民间俏谈的故事，讲梅人婆替一个长底脚的少年家，甲一个一蕊目睭、青眉的查囡仔相亲。梅人婆为着要甲因两人杀作对，甲婚事牵好成，调工隐瞒双方身上的缺陷。两人拢对家己的对象真满意，决定要结婚。伫因要结婚之前，梅人婆讲一句三官两意来参因品大声，两个少年的就安尼应意。到甲结婚迄天，才知影实情。两个走去找媒人理论。媒人讲：“我当初时都有甲恁讲，三人共5目，日后无长底脚话，怎样即阵搁来找我花？”两个少年的鼻仔懵咧，无话通讲。即句俗语就是讲，大家做伙相期好的代志，莫煞后才来反悔。